雷神玉蒲團揚威，猛男大發現。佢唔止歡怒宅男3，連 MTV 旗下嘅 Spike TV 搞嘅猛男之選 Guys Choice Awards 都讚啊！尋日喺美國加州獲頒新增設嘅男士大發現獎，成為首部獲得美國大獎嘅港產情慾片。導演孫立基全程仲喺微博直擊喜訊添，話發夢都冇諗過會攞獎啊！佢仲開心到認錯第二個係 Megan Fox 啊！見唔到前年最火辣女性 Megan， 但可以同今年得主 Rosie Huntington 同場，班宅男不知幾妒忌啦。Rosie 仲係最佳新女友獎大贏家添。Mila Kunis 喺黑天鵝度 sexy 到暈，點會冇份啊？個火辣聖杯咪俾佢捧走咗咯。Is that her? Hello. 充滿女人味嘅 Jennifer Aniston 就榮得10年火辣女士，實至名歸啊！男星方面 ，Mark Wahlberg 同 Jim Carrey 都有得獎。